疫情指挥中心第2日宣布讲，甲有新的负责人安排伫咧主疫苗的第6顺位。新竹市2日透早就启动计划，伫咧体育馆替怀胎的负责人注疫苗啊。有新的护理来到体育馆，看起来表情略略紧张。医生把针对每一个人身体状况问详细，因拢是昨暝临冬时接到通知，为着家己甲腹肚内囡仔的安全，就决定赶紧来住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就是这样，因为孕妇也会有重症的问题。目前大概38周，然后我会选莫德纳。会有点担心，但是至少至少是莫德纳。那现在孕妇可以优先施打，你个人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市政府很有效率。新竹市是全国第一个替有心人注疫苗的县市，为着要让因更加安心，现场除了有医生，更有专业的医疗器材，而且包括 A 跟莫德纳2款疫苗会使选。孕妇是可以自己来选择的哦，所以我们现场有莫德纳，也有 AZ 的疫苗，呼吁所有这个符合标准的这一些新竹市的妈妈们哦，请大家不要着急，因为我们有事先造册，然后我们会通知各位，那也请大家就照通知的时间来哦。2日总共分做10梯处来注疫苗，总共通知611名有新的民众，接下来会通知符合资格人来注。初步估计，全新竹市有1400多位的民众会使受惠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